世界萬行帶攏佇咱台灣新眼界。觀眾朋友大家晚大好，我是主持人吳平仁。這兩天，中國對你台灣是文武攏總來，武的直接親門大戶要甲你制裁，文的假先講是總編輯要甲你調，那同時偷你的資料，要甲你東倒西歪。到底中國是咧創啥物？今仔日四位專家學者甲當事者鬥陣來討論。首先介紹現場的來賓，頭一位香港台灣協會理事長，也是香港以及台灣的律師桑普先生。主持人好，大家晚安，大家好。那麼第二位呢是流亡台灣的香港人傅湯先生。好，大家好，主持人好。那第三位呢是台灣新聞記者協會前會長李志德。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那麼第四位是國政基金會副研究員李正修。主持人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繼續咱來看，這是一個佇台灣已經規劃做台灣人的日本媒體人矢板明夫。頂日啊，台中演講結束了後，佇飯店的大廳，被一個香港的查甫人攻擊。總統府表示，這是中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成效了後，頭一站帶佇台灣發生的跨國鎮壓暴力事件。陸委會來表示，境外勢力利用香港人來台灣便利的特性，派看鳥啊來拍人還案。該還好了，就是嘴唇還有點腫，牙齒還有一點痛。前一日佇台中，去有一個香港籍的查甫人攻擊了後，日本媒體人矢板明夫的喙唇也是整整。針對這個嫌犯，哪像受計劃犯案？矢板明夫認為講，這並不是單純治安的事件，背後是有組織在規劃甲執行，目的就是要讓支持台灣的人唔敢擱講話。我們不能退卻，因為他們是為了製造恐懼，為了讓大家感到害怕，感到不敢說話。這是這些邪惡的獨裁政權他們的目的。如果讓他們達到目的的話，我想台灣的言論自由會一步一步倒退。矢板明夫強調講，伊袂因為安尼怎救氣，會持續替台灣講話。回頭看規個案件，初六伊受到邀請去台中演講結束了後，佇會場飯店的大廳，向去互賣貨的嫌犯全位面甲目落。嫌犯犯案了後離開現場，隨便去機場要離開台灣。加在警方佇咧嫌犯去離飛行機進前的15分鐘，隨甲人抓起來。毋過，甲這個嫌犯做伙來台灣的另外一個香港人，佇咧案件發生的前一天都已經離開台灣。敢是共犯要來釐清。經檢察官訊問並審酌相關證據，認其涉犯刑法傷害及以強暴方式犯公然侮辱等罪嫌重大，且有逃亡、滅證、勾串共犯及反覆實行傷害犯罪之虞，有羈押之原因及必要。訊後向法院申請羈押禁見。我們不容許境外的人挑戰台灣的公權力，呼籲中共在台或者做其他境外在台的協力者千萬不要有僥倖的心理覺得在台灣打了人或者是做了一些不法的動作之後呢，馬上一張飛機票就可以飛出去。陸委會表示，矢板明夫這個案件，甲在台香港人唐偉雄伊個拍軍管去互破郵差的案件，兩個是真相像。懷疑境外勢力利用香港人來台灣利便的特性，用工拍了後就隨逃走的模式犯案。總統府講，這個案件是佇中國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成效了後，頭一件佇台灣發生的下國鎮壓暴力事件，伊嘛大力譴責。中國各種跨國鎮壓與監控的行徑，包括以國內法進行威權擴張，也引起國際社會的高度警戒和共同擔憂。總統府嘛提醒，台灣的民眾若要去中國，都要特別注意安全，因為從2024年到今年的6月30為止，已經有374個台灣人佇咧中國去互關押起來，或者是限制人身自由互調查。記者綜合報道。觀眾朋友，大家看了這個新聞報道，除了矢板明夫伊所發生的案件進前，還有其他的案件，而且相對上後尾你有看到。咱台灣人佇中國去用羈押的300幾個，到目前為止無消無息的，無無渺渺，還佫較大了。那麼這到底是什麼情景呢？今仔日特別哦，阮請了2位
有香港經驗的，互因來現身說法，講當初時因是啥物感覺？那麼台灣人應該如何？唔通講警覺這兩字啊，應該安怎來感覺？這個代志是對啊唔對？哦，第一，這非法，袂當人清清彩彩起卡動手；第二，言論自由的範圍在哪裡？第三，這個犯案的這個形式，我剛剛說的是這個第一個就是犯案的形式，他為什麼都好像是 hit and run， 打了就想要跑，然後他也不求要把你一槍打死。啊，或者潑你，讓你嚇一嚇，啊，這是一種形態。第二種，想要請教兩位的，香港在這麼幾年的變化當中，是不是也台灣是不是有這個déjà vu，有這種似曾相識的感覺？我要先請教桑普律師。這兩個問題都刻骨銘心啊。首先第一個問題是 hit and run 打帶跑的方式。目的就是恐嚇，大家知道說恐怖種在心裡面是非常重要的。我在這個節目還有其他節目都講，中共對台灣打台灣不如買台灣，買台灣不如騙台灣，騙台灣不如嚇台灣，因為嚇台灣是最低成本、效益最高，是不對稱作戰非常好的方式。你知道這一次是升級版的，以前香港的人在台灣，起碼我舉4個例子都已經有，而且在那個後面那個已經看得到圖表上面看得到。第一個在19年的時候，何韻詩，當時他是來台灣去參加這個撐港反極權的大遊行，就被潑紅漆。潑他紅漆的人是統促黨背景胡志偉，還有其他有一個組織叫做大陳島鄉情文化促進會。結果呢，11個人裡面抓了一定的人數之後呢，就是把他判刑。判刑基本上針對2個罪，一個是強制，一個是公然侮辱。那基本上判3個月。當時沒有我們現在講的國安問題，沒有這個意識，但是本身就是國安問題嘛，就是肯定是中共的黑手在做。所以他們3個月就走了，3個月也可以易科罰金啊，因為3個月可以易科罰金拜拜。好，之後你看得到林榮基事件哈。那剛剛過世的林榮基先生，在2020年的時候，他被3個男人呢，就是一個把風，一個是還有拍片，一個是潑漆，證明說拍片是留證據的，要上報的。那他們3個人呢，基本上都被抓到。那最後呢，定的罪基本上包括了傷害、公然侮辱跟那個毀損罪，賠30萬。30萬是什麼樣的數目？根本是很可笑的一個數目了。當然，這個數目你可以爭取判更多了，但是問題是30萬組合力真的不足。而且再講一次，他們這3個人呢，一審判3到4個月，2審判6到8個月，8個月就不得易科罰金了，6個月以下都可以易科罰金嘛。所以這個結果就是這樣了結。第3個圖表上面有講的，這個叫做保護傘的餐廳，那個餐廳呢被迫雞糞，而且是北聯邦的黑幫分子來做。你會看得到這3個案子都有共通點，中共利用在台灣蹲點的勢力來去當黑手來打壓，打壓的方式都是潑糞潑漆。好了，到了待會會講到湯先生湯偉雄的事件，我們會看得到湯偉雄遇到的問題就是更特別，因為是中共從香港飛人進來犯案 ，hit and run 開始帶打跑，那帶打跑這個做法呢是升級的。那什麼升級呢？比方說第一次，那他是有一段的猶豫時間才能離開；第2次8個小時拼好所有東西，犯案到離開大概5個半小時。這一次呢，不但時間極端的縮少，那個石板民夫事件極端的低，因為他一 hit 就開始 run。他到逢甲的地方買了一件衣服便裝，就立即直奔那個台中國際機場。所以那個時候想上飛機，差15分鐘逮不住，還要逮到他了。那而且更重要的是，他去的地方不是回香港，而是去韓國。那我那個案發當天，我在日本呢，我跟石板通個電話，他跟我講說，有可能他買了2張機票，一張去韓國釜山，一張去日本。
證明說這個人很詭辯成精了，他根本是不飛回去中港澳，而且犯案時間跟他那個被逮捕時間極度的縮短，所以我相信這個事情如果越演越烈，沒有辦法得到有效的抗制，問題會非常嚴重。那剛剛講到 déjà vu 似曾相識的問題，這個我覺得非常類似。你看得到香港有多少的離散香港人，在各地都會被恫嚇。英國的曼城中國大使館是拉進去、拖進去大使館裡面打，希望把他抓走，可能殺害都沒有辦法。那還好被英國警察抓了出來。但是你其他地方呢，有很多地方就被恐嚇、跟監、騷擾，通緝之後還騷擾他在香港家人，恐嚇他、抓捕他，大有人在。所以這種跨境鎮壓是兩個方向走，一個是心理上的脅迫，另外一個地方是物理上的攻擊，兩個東西可以結合在一起。其實希望大家怕。但主持人剛剛講到這一點，讓我想起以前台灣有個案件叫江南案，1984年。那最烈的跨國鎮壓當然是殺害人，因為他的那個所謂的暈開來的那一種震懾效力。那個所謂的寒蟬效應會最大。那中共會不會做到這一步？我常常說的一句話，我也非常響應矢板先生說的：今天如果不把它 stop， 明天他可能拔刀，後天他可能動槍。不要以為揮拳是一切。之前以為破七跟破分是 OK 的，其實已經是頂峰了。其實不是，現在開始揮拳頭了。如果你在這個地方不停止的話，那這個問題就會一直燃燒下去。所以我相信這個也是中共實施那個民族團結促進法之後的第一案。國台辦所有講的東西都倒過來相反方向來詮釋的，這個肯定如此。否則你也沒有辦法理解為什麼這個人他會蹲點在矢板明夫主講的酒店外的旅館對面蹲點幾天，還有個共犯犯案前一天離開，是不是要報備給國台辦或其他人知道？而且他整個手法精密到怎麼長勘、怎麼變裝、怎麼衝到機場，完全都是一個套路，非常成熟的。我相信這個不是他異想天開，而且這個人本身呢是被香港就是釋放的囚犯來利用，因為香港他起碼犯過3件事，第一件事情是嫌疑，沒有辦法證實是輪姦；第二個事情是他是毒品犯罪，判了50個月。第三個事情是，他後來打人，也被判了12個月。結果是你看得到，他被利用，把這個關押他的政權視為他的上賓來服務，之後被那個特區政府利用來去攻擊這些人。所以你看台中地檢署很重要2個字，大家有沒有看到？受僱，就是這個人不是單純還是受僱而來的，所以他是有錢收的。所以這一點可以肯定，台中地檢署已經抓到些眉角，但他沒有完全把它披露出來。而且這個事情很感謝檢方還有法院都能夠確保他能夠羈押，這個能夠安台灣人的心。但是未來情況不只是刑事犯罪來去應對，而是之前要怎麼預防、防堵、阻嚇有關的犯罪，我覺得這個才是最重要的問題。這個我們下一波我們再來談。但我想先聽聽看。這個湯先生，你的故事，你可以因為我相信有很多觀眾朋友是第一次在熒光幕上聽你自己講，當天你發生了什麼事情，然後你到底做了些什麼事情，讓他們要這麼樣對你？我自己本身就在香港反送中的時候是其中一個前線的抗爭者，然後我在21年7月的時候我就來到台灣，然後我就一直就在台灣這邊就舉辦一些倡議人權跟香港議題的活動。在去年的11月的時候，因為香港立法會選舉，我就在網絡上邊就批評他們是一個不公平的選舉。然後香港的廉政公署就發一個通緝令，就通緝我說我就煽惑他人不投票。然後在那個通緝令發出了之後3天。他們就有一對男生跟女生就來到我的工作室，然後對我的2樓的大門口潑漆，然後而且當天呢，他是有來到我的工作室裡面，
假扮他是客人，他要詢問我的過程，然後他就會來到我工作室的裡面來看那個地方來誠懇。所以然後在2個月之後，也是同樣的來自香港的一個男生就來到我的大廈的1樓來破妻，所以破了2次之後呢，他就回香港，都是馬上回香港的。所以我們的案件，我們這一次跟齊班明夫他的案件其實是有高度的相似，就是在於他們在犯案之前幾天，他們會來到現場來看，然後他在犯案之後，他就直接回到要坐飛機離開。然後他們是直接從香港過來的，這一個是比較特別的，因為以前呢都是在地的人做的，但是我的案件以後呢，其實就直接會從香港派人過來我們台灣這邊來騷擾我們這裡的人，然後在這一次來抓到齊班明夫的人的那個犯人，其實會看到他的背景，他本來就是有犯案的記錄啦，然後他就是有從香港鎮壓那個民主運動的過往的歷史。他們本來就是我們在香港那些黑社會，我們就是在香港的時候，就是我們會抵抗一些親中的黑社會，其實它就是這一些的勢力。然後我們以前是從香港本土去面對他們。現在他們就把本土這些黑社會輸出到外面，然後我們現在也面對他們。我請教你，經過了這2次的破妻，第一次被破妻的時候，你心裡頭有沒有感覺到有一點點害怕？第2次呢？你這個心理上有什麼感受？什麼變化有沒有？其實第一次我反而沒有很害怕。因為其實我們在開工作室的時候，我們就本來會知道會受到人家的騷擾，因為本來在台灣就已經有這些事件發生過，所以第一次反而我們沒有很害怕。然後但是我們還是很震驚的，因為真的會發生了，發生在自己的身上。但是我覺得那些騷擾最令人麻煩的就是，他不是真的要騷擾你，他是要騷擾你旁邊的人，讓旁邊的人感受壓力。好像第2次他破妻，他不是在破在我自己的門口，他是破1樓的門口。所以他那個房東後來願不願意租給你？沒有了，我搬走了。我是整棟大廈的人，向我房東施壓，然後去我的房東那個辦公室，然後大吵大鬧。然後那一天，我的房東也要報警去處理這件事情，所以後來我的房東也受到很大的壓力。所以其實最大的問題就是我們這些受害人是沒有很害怕，但是反而是旁邊的人很害怕，讓我們感到很大的壓力。那你現在工作室租在哪裡？我們現在工作室搬到一個新的地方，在1樓。那房東知道你發生過事情？不知道，因為他是投資客。後來我們發現找一些投資客的店面去租，會對我們來講會比較好一點。OK， 我不知道他應不應該看到今天的電視。所以你的朋友們，包括你在網絡上發表這些言論，知道你被破妻以後，他們有上來跟你聲援，或者是說從此以後聲音比較小一點，會不會也有這種狀況？看是哪一些人。如果他是跟香港有很新連接的人，他會很害怕，他不敢跟我再聯絡。但是如果在台灣這一邊，可能是台灣人，他跟香港沒有聯繫的說話，他們就非常的支持我。對，現在有2個很不一樣的狀態。好，那我先把時間請教一下我們立委長哦。他昨咱聽到因咧講吼，其實我更較想要問的是講，香港一步一步去互中國安尼縮限，這個過程當中，香港人當然伊的言論自由會較縮小，會先家己自我限制嘛吼。但是咱台灣敢會安呢？我實在是好奇講，對新聞自由的角度來看，
台灣可能有幾間啊，伊可能家己就想講伊要較挖，這我無意見吼，但是是毋是會對着咱人生會造成這種自我限制？你認為呢？先跟大家拍攝，就還是說華語。沒問題。好，那我覺得其實是這樣，就是說，您剛剛講這個效應，我覺得一定是存在的。哈，我舉一個例子，我就具體不講誰了，就是說，譬如說我曾經知道有一個這個電視節目的這個專題製作，那這個電視節目的這個專題製作，它就牽涉到一些兩岸關係，然後比較敏感的這個兩岸關係的這個議題哈。那後面在我們這個節目播完之後，後面不是都要 roll 這個 roll call 嘛，就是這個工作人員的名單。那裡面大概有1/3以上的人是不願意具名的，好，或者是他就數了一個別人認不出來的名字，我就小李，好，我姓李嘛，我就小李，那不要讓人家認出來。那這些人其實哈，我覺得還不見得是第一線真正新聞工作者，譬如說主持人，好，這個桑普律師，或者我們這個，反正我們已經拋頭露面了，就不怕了嘛，好。但是可能比較真正會有猶豫的，譬如說攝影師啊，我們的燈光師，我們現場指導，為什麼呢？就是說，因為我對他們來講，其實我就是一個單純的一個技術人員。那哪一天今天我說不定也有機會到這個香港到中國去，有一個導演拍片，請我去攝影，那我就去了。但去了之後，你可能就被人家掀出來，你曾經在這個節目裡面當過攝影。好，所以這個事情我就舉這個例子，我就真的不具體說哪一個節目，但是這個效應確實是存在的。好，那我覺得這是第一個。那第二個就是說，有一些自己當事人哦，就像剛剛湯先生說的，我自己不怕，但是我周邊人會怕。這個周邊包括什麼？可能包括你的家人、你的父母啊，麥克長黑。對不對？以前這個國民黨這個專制時代，多少爸媽跟小孩說啊，賣地產就不要去管這些事情，對不對？那你有家人，家人有沒有壓力？你有沒有小孩？那你的小孩每天要上學，你擔不擔心？好，就是說，那我覺得我們剛才這個字卡上面，我們列出來從2019年到2026年，好，這個台灣的情況嘛，好。那今天既然兩位香港朋友在，那我還真的寧願把這個時間表再往前延伸，去看香港類似的事件，因為它其實我覺得我們應該當做同一件事情來看。那如果我們把它往前拉到香港，就是把香港的事件都放到這個時間表裡面來的話，你就會往前看到2014年一件最恐怖的事情。當時的《明報》總編輯叫做劉進圖先生，在街上就有2個歹徒襲擊他。剛才這個桑普律師說了，揮拳之後會動刀嘛，他就是動刀。那他身中6刀，2個人拿着刀在街上襲擊他，他幾乎當場死在街上。对，他幾乎要死在街上。但是這個事情的後果很有趣，2個人看起來這個襲擊這個殺人的人看起來是受到重判19年，但是究竟為什麼要做這個事？他們都承認我們是受雇行兇哦，但是誰受雇他，就誰雇傭他，誰給了錢，為了什麼事情，不知道，完全不知道。就是到後來，當然在香港當時的那個環境裡面，已經沒有辦法追查下去了。那我覺得真正能夠造成恐怖的，其實是這個不知道，其實就是這個不知道。那我覺得今天石板民夫這個事情，其實也是一樣。好，那今天我覺得他帶來的這個我們剛剛講的，第一個他要的是邊際的效應。石板民夫本人當然不怕，但是旁邊的人看到石板民夫之後，他自己會心有所感，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就是這件事情什麼時候再發生，不知道。會由誰來發生？不知道。會由誰來做？不知道。用什麼樣的這個暴力程度？不知道。那所以我才會前2天我自己在這個社交媒體上我也寫到了，就是說，因為我們不是中國的國民，所以我不會稱這件事為跨境鎮壓，而是中國主導在台灣境內的恐怖活動。對，它就是恐怖活動。這是跨國的鎮壓吧？哈，這是恐怖活動。對，因為鎮壓指的是什麼？鎮壓指的是說，今天我中國一個異議人士，我跑到美國去了，然後你在這個美國雇了一個人去幫我修理這個人，因為
你中國人，你跑到美國，你還是中國國民嘛，哈，所以那我們大概可以認同鎮壓，鎮壓已經是個很不好的字了。但是石板民夫是這個台灣，是中華民國國民，那我們都是這個中華民國國民，所以一旦我們碰到這個事情的時候，那個不是鎮壓，因為你連管理我的權利都沒有，你從何來鎮壓呢？對，啊，這哦，愛讓大家來了解講，不管是你佫較無同意石板民夫伊平常時講的話，因為我第一我看到。某幾個新聞同業佇社交媒體講，我雖然無同意的行為，但是我足歡喜。吼，用這種言語來講這種代誌，吼，即我感覺是台灣社會有某種程度已經甲這種行為是徛到頂的吼。所以我特別要來請教李老師吼，李老師，不管是國民黨也好，還是你個人也好，這種行為。除了製造這個國安、這個國家安全的這個效果，對着言論自由，頭先李會長也講，這言論自由會自我會縮小起來，恁感覺安怎？是啊，確實啦，主持人頭我甲李老師講得對啦，因為咱即馬上驚是啥？因為對中共來講吼，伊要統治台灣，哦，還是講伊統治香港哦。伊即馬實際上當然伊無法度甲手伸來咱台灣嘛，伊即馬管已經甲香港管條條啊，所以你講真正的什麼一國兩制吼，即馬對香港來講哦，已經無任何的吸引力，嘛無任何的這個執行的條件啦，因為已經變一致啊，因為伊的國安法實施以後。啥物代志攏愛聽北京的啊嘛，啊，麼即馬伊對咱台灣來講，伊知影伊無法度，吼，甲手伸來咱遮，所以才會用代理人嘛，用代理人的方式來做。啊，所以這是咱台灣，咱踮咧台灣，不管是你支持中華民國也好，你也是你支持台灣獨立，還是安怎，照你講，你為着咱台灣這個社會吼，咱對這種行為咧都愛譴責啦。不管就像我個人來講，我雖然我對這個石板民夫的這個先生的言論吼，我有無一定完全贊成。問題我對伊的這個遭遇吼，我是感覺同情。啊，我是感覺講對這種代志，咱確實不管是為中央啦，吼為咱政府開始，行政院啦，吼警政署啦，吼台中市政府。台中市的警察局，也是咱一般的百姓來講吼，咱一定要對這種代志愛重視，因為今仔日伊拄到這種代志，表示講人工，你若講到對中國大陸無歡喜的話，人工你冇可能變講一個受害者啦。因為事實講，頭先老師你也講，就是石板民夫講起來。無一定每一個咱觀眾朋友攏熟悉這個人哦。對。啊，伊安那要對伊落手，你也毋是送到人啊。所以吼，這我個人看吼，這幾天我咧看是感覺足趣味的，就是講感覺講，因為大家攏知影嘛，7月1號開始，因有這個因的所謂的民族團結進步促進法開始實行嘛，所以當陣其實咱為實行前甲後，大家就開始咧。跟牛講到底對咱台灣係有什麼影響？咱大家咧想講，馬上7月6號就發生啊咧。啊，第二，石板民夫咧，常常大家攏知影，伊常常踮咧這個台灣的政論節目咧講話，確實問題伊毋是講特別出名的這個評論人員啊。所以我咧想啦，敢會講，即馬中共就是講用伊。做一個這個試驗對，你係講試驗，還是講一個教訓，互你別人知影講，你莫講啥哦，這個莫講啥。大家教教。嘿，啊對，你安尼講，這個無出名的，我攏安尼教訓哦，恁這較有名的吼，你家己掛在勢裡哦，有可能哦，這種所謂的寒蟬效應就發生啊嘛。對不？
因為大家攏會驚，就像頭先講啊，你驚你無一定甲煩惱你家己的安危嘛，你家己的厝內的人咧，你家己的囡仔咧，啊你父母嘛驚煩惱講啊你較細膩的啦，我告訴你家己安全安怎，對無？所以你這種的所謂的恐嚇效應，若開始在台灣發酵的時候，咱的上驚是啥人？言論自由變講會開始進入這種叫做自我審查階段啊！你咧發言的時候，你可能開始先看嘛，講我敢會得罪別人，特別是得罪到北京的人。啊，到時陣安怎，我家己敢會出代志？李老師，你認為政府應該做什麼代志？除了這擺我看是抓了真緊啦，吼。是。哦，這個方向的，比如講警察局啦、移民署啦、警政署啦、航警啦，攏有聯繫着。是。伊若是對桃園、對高雄這境外這個飛行機走咧，這確實啦，因為咱台灣畢竟。聽講伊是買2張票，他到桑普律師有講。是，反正伊就是看當日上緊的飛行機應該飛就走嘛。問題就是咱即馬上麻煩的是，因為咱台灣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嘛。咱除了講政府已經對外國人有這個限制名單內面的人無法度入境以外，足儕人你講歹聽，你踮咧香港啦犯法，你若無踮咧台灣犯法，基本上台灣嘛是允許你入來啊。所以就看準這種情形嘛。大家攏知影，大家攏伊發生了後，大家攏看吼，即個嫌疑犯伊踮咧香港有犯罪過，問題伊無踮咧台灣犯罪，所以台灣基本上無甲記出。你除非犯的罪是，譬如說是恐嚇啦，種重罪，咱台灣才有法度講。有得甲下厝甲你算講，派一個無犯罪啊，你嘛查。對，你嘛無法度。我棄楊這個代誌，我多說一句哈，就是說從這個案件裡面，其實我覺得，中共在試驗2個東西。第一個東西就是你抓人的效率，他在測試你抓人的效率。那這個後來我們從這個政府公布的這個裡面，我看到。其實這個現在的政府裡面是有一個聯合作業平台，我講的政府是台灣政府哈，有一個聯合作業平台，各縣市政府警察局加航警局加陸委會加這個移民署進來哈。那為什麼會有這個作業平台？其實就是之前那麼多香港朋友付出代價的，就是說因為他們被騷擾，然後因為他們被這個打帶跑這種方式所這個哈，那所以以前這個新聞其實這個梁文傑大家都好喜歡的梁文傑，其實在這個陸委會記者會上有講過，只是因為當時沒有太大的新聞，大家就沒有太這個討論報道這個事情。但其實政府早注意到這個狀況，就是從在地協力者出手變成打帶跑的這個模式。好，那為什麼我們當然不知道他為什麼轉變這個模式，但是用在地協力者有一個很明顯的壞處，就是當你犯了一案之後，你整個系統會被掀出來，你整個系統會被貼上紅心，你們這個系統就是有問題。你是個幫派也好，你是個什麼團體也好，好，所以他越來發現這個在地協力者不划算。我打你一拳之後，我整個組織都會廢掉，都會被剿滅。好，那所以我開始用打帶跑。那打帶跑之後，他們付出了幾次代價之後，我們成立了一個聯合作業平台。這一次證明是成功的。那我覺得中共在測試這件事情，我這是第一個。他測試的第二件事情就是我們對他的這個法律處理的程序。那說白了就是說，你政府究竟要不要把它當做一個國安事件來看待？如果你要當做一個國安事件來看待的話，包括你偵查的方向，包括我們現在檢察官還沒有起訴，我們不知道他引用的法條。現在引用的法條是羈押的法條，但是將來譬如說我如果引用到了這個反滲透法的話，那這表示你的這個法務部對於這一類事件的定性，就中國好喜歡講定性嘛，哈，你這一類事件的定性就是國安案件。那如果你是國安案件的話，那對他來講這個嚇阻力就大。如果說你就相信了這個嫌犯本人說的也好，外傳嫌犯本人說的也好，或者是相信這個台辦說的，他就基於義憤，自己買一張機票來，我就看他不順眼了，所以我買一張機票來打他一拳，我就要走了。如果我們相信這個事情，或者是我們相信這個事情背後所謂的人權理念的話，那
他就會不斷的用這樣的模式來犯下一個輕罪，達到最大的威嚇的效果，然後逃之夭夭。對，這個我要先請教尚普律師哈。這個門面上看起來好像是一個違反人權、違反言論自由，他要彰顯我只是要表達，我用拳頭表達而已啊，因為我不會講，我就用拳頭，那麼來化妝其他的目的。那麼這在香港過去的這個發展過程裡面，有沒有類似的案件？因為我一直不希望我們只是這麼講它，而是希望能夠從香港的這些例子裡面得到一些啟發，了解一些真實的狀況。很多，這個是剛剛李老師那邊講到那個劉進圖事件，2014年的劉進圖事件，身中6刀，那基本上是用它來去做極限的施壓。那之後你看得到，對於很多報社的一些員工，都施予各種的威嚇。比方說，我在2016年在香港想出一本書，當時的書店的老闆，那他就說願意出，但是我用的封面就用到一個是習近平的封面，他卻被當時的中國國安打電話給他說不准出這一本書，尤其不准幫我出這一本書。那之後我就跟他說，你就改個封面，就改了一個平平淡淡的封面，內容沒有改變。他跟我說，我出了這本書之後，我以後就不出任何書了。之後他就隱姓埋名收攤，離開香港了。所以這個情況發生在我身上，也可以說發生在很多人身上。我看言論自由的那個毀滅，可以是一刻之間沒有，也可以是漸進的一個情況。香港是漸進，慢慢看到沒有？然後通過2020年的國安法，完全把它盡地的把它摧毀。那我想講的是什麼？我想講的是，剛剛很多人都講到，這個要怎麼定性？這個是叫定性啊，用匪語哈，就是說是一個跨境鎮壓還長臂管轄，其實都不是完美的詞，因為它沒有辦法管轄，沒有辦法鎮壓。重點是跨國的恐怖犯罪。我喜歡用這個字，跨國恐怖犯罪就是一個罪行。那中共說它是義憤，是因為它是那個偶發普通的社會治安案件，完全要用反面來理解。我問大家一句話了：如果說一個普通案件，中國國台辦、香港特首李家超為什麼義憤填膺的要站出來開記者會來說明這個事情？中國哪個時候變得這麼的愛護他自己中國人民，尤其是一個已經判過前科的人，在這個各地遇到的那些被拘捕羈押的問題，為什麼要開記者會？而且他講義憤這個就問題大。你講偶發就算，義憤是什麼意思？就覺得說他很有正義感，覺得石板民夫不義嘛。石板民夫不義在什麼地方？不義在他的政治立場嘛，反共嘛。愛台日連結嘛，那這個地方還不是一個政治鎮壓，還是什麼東西？所以這個地方等於他是自己去吃不了兜着走。另外一個重點是，台灣有一些人政治人物也不是某個黨，是某個黨裡面的一些人，他們愛希望講說那個認錯人呢，可能是四叉貓呢，不要預設立場呢。但是我跟大家講說，不是我們預設立場，是證據都已經鋪出來了，很多都已經公布了。這個人是擺明去做石板民夫的。石板民夫在案發當天之後跟我打了個電話，他跟我講說，當時是那個人用一些用廣東話的說語來說的不鹹不淡，就是那個半桶水的那些華語來跟他講說，石板先生那他就有聽沒懂，好像聽得懂，之後就幾秒鐘之後就被人揮了一拳。所以這個人是一個香港人，但我要義正前因就是說，這個人是香港人是沒錯，但是這個人不代表香港人，因為很清楚的一點是，中共現在為什麼要 hit and run， 用香港派人來台灣來做，他有雙重目的的，一個就是淡化共跟非共之間的矛盾。而這是香港人做的事情，跟我們這個中共的手法完全不一樣。希望可以長生在後，找一個人當那個替罪羔羊。第二個事情是，希望我以後不吃洋茶。
不是飲茶，希望挑撥香港人跟台灣的矛盾，跟日本人的矛盾，然後用他長臂來伸到這個地方來犯罪，希望去扭斷台美的台日的連結，甚至覺得說香港人很壞，用這個標籤，甚至我看到網絡上已經開始出現這樣的聲音了。這個對族群的那個團結非常不利。而且我跟大家講說，這個是對於台灣來講，一個多元的文化是非常大的衝擊。我敢說呢，在這個地方我也看到，對石板民夫也會有所攻擊啊，就套用龍應台老師常講那個句法啊，不管你說什麼，他活該哈，就用這個方式來去講這些事情。所以我也要用龍先生的話來回答，請用文明來說服我啊。沒錯啦。應該是這個是我剛剛想講，不要用野蠻來說服我，你只能用文明來說服我嘛。所以這個很重要啊。另外的地方，他希望我們每個人怎麼樣？恐懼原子化。剛剛就湯先生跟李老師，還有2位李老師都講到一個重點哦。真的就是我們那些有頭有名的人，或者站得出來的人，其實沒那麼怕怕的是那個時候在字幕後面。那些技術人員，是那些基本上不知名的人。你想想看，那些人，警察、檢察機關怎麼知道這個人就是被跨境鎮壓？他覺得只是路邊有一個人被那個傷害，剛好被撞了，捅到或怎麼樣，被撞了，車撞他怎麼樣？那這個情況怎麼知道他是一個真的跨境鎮壓？怎麼第一時間識別？因為你看到這個人幾個小時、2個小時可以走掉。那請問，在第一線的人員，對於那些完全素未謀面、沒有名氣的人，怎麼去處理？所以我說，有名的，或者說你那個有站得出來的、高調的，反而風險比較低了。沒有名氣的、比較低調的，但是做很多實際工作的，可能這個情況會導致非常不利的結果。另外一個重點是說，反滲透法這一次在我看台中地檢署的那個公告裡面，其實沒有寫得很清楚，他還是用這個傷害罪跟有關的那個公然侮辱罪去處理，但反滲透法能用嗎？我自己查了一下，其實我發覺到國安5法有很多的漏洞，好像還不太能用，因為反滲透法是扣到刑法151條，那個是要恐嚇公眾，那個人有故意恐嚇公眾，中共有意恐嚇公眾，但那個人小嘍囉怎麼有意去恐嚇公眾呢？可能他只是收錢做事而已。所以你很難證明那個點，但是就算證明得了，你只能加重其刑1/2，那個本刑只有2年，加重其刑最高2年嘛，加重其刑1/2是3年，那你之後你傷害罪是5年嘛，合併應該是一行為觸犯數罪名，還是最多5年？那按照剛剛我以前講的那些案例，頂多判個8個月已經很多了，8個月是不得易科罰金的，那8個月已經很多了。我相信呢，如果看到這個香港的消息，你看黎智英判了20年，好，戴耀廷判10年，黃之鋒也不知道他判到哪個時候，所以我可以看得到很多的人看到香港是被鎮壓，我也不是台灣要學香港，不是，但你看到台灣的民主防衛機制相當脆弱，一方面是立法機關在過去這麼多年都沒有做好他的工作，另外一方面是行政機關在這個地方有沒有真的運用他的創意，在法律以外有命令的方式，有情報收集跟預防的方式來做。那最近我跟一些國安的那些專家來談過，刑事犯罪來追究那些人是很末端的，真的要做到是在之前你要先預防，預防勝於治療嘛。那你怎麼樣預防這些事情發生？所以整個機制要怎麼嚴謹，這個很重要。湯先生，我想。您剛剛講到這個網絡上有許多人開始已經對香港人這個標籤開始做分別，我不說分化，就是分別。然後你可以大致上說一下這種氛圍、這個情景，讓大家理解嗎？現在發生西灣民夫那個傷害事件之後呢，就看到網絡上邊其實有很多台灣人就說其實香港已經是中國的一部分啦，我們應該要限制他們進來啊。還有就是他們就說我們香港已經給人口滲透得很嚴重，所以現在的香港人很多都已經是中國人來的，就已經不是香港人這樣子。
然後就有一些就會講到就是。現在的因為港澳條例跟中國是有分別的嘛，其實他們就會想是用中國的條例，就直接把我們香港跟港澳的就直接一併去處理這樣子。你自己個人的感覺呢？你覺得我自己覺得當然是很難受啦，因為本來我們香港就是很好的一個地方，給中共他們侵害以後。然後洗我們的人好，清洗我們的人，然後打壓我們的民主派，變成是整個香港都變成是好像他們的一個價值的一個地方。對於土生土長在香港的人來講，我覺得是一個很難受的事情。那你都要怎麼來跟他們說明說，這個其實某種程度上已經變成是一刀切了，然後要分化。香港人跟台灣人彼此之間的感情，可是，在實際上的做法呢？你覺得台灣政府可以做些什麼事呢？其實我知道台灣政府他已經對於一些從香港過來的人士，他有一些區分，例如是他本來我的案件本來就是他本來就是台灣戶籍跟香港特區護照的人，他是有很久沒有回來台灣了。然後他突然就會過來台灣，然後犯案，然後就跑走了。他們已經開始對這一些人會區分出來，然後來到台灣的時候呢，就會特別的去看一下他來做什麼啊。所以其實已經有些機制，他們已經開始來做。所以我覺得就不用太害怕，太擔心是不是現在香港已經有很多罪犯跑來台灣了。其實我知道台灣政府他們已經有做這一些的區分跟。去關注來一些比較少回來的人，比較特別的人，他們的來到台灣之後做什麼事情，所以我覺得那個效果，他們的機制有效就可以了，就不用太害怕，要把整個族群去區分出來。我想補充一句，就是說這個人是特別的背景。如果說台灣真的要去就是重新審視入境的政策的話，我覺得當然有必要。但我相信這個是一個網簽的方式。香港是這樣子的，香港人來台灣去旅遊或者說去辦公掐工，基本上是兩個方法。一個是在正途途徑申請那個正式的簽證，那個是3個月加3個月。另外一種是網簽，那網簽通常1個月就解決了，而且不能續，你要離開的。這個人是用網簽的，網簽方面可能說沒有把關，他這個人有前科犯罪，而且據我所了解的人裡面知道說，他申報資料多處不實，包括他的那個地址，他來台的目的，還有他申報居住的地方完全都不正確。那這個情況你看得到，台灣的批網簽是機械式的運作嘛？因為公務員大家知道，我們這個現在制度就是這樣子，我們不會怪現在的公務員了。但未來情況，你怎麼樣去這個改變這個制度，甚至把那個網簽從嚴去這樣做，我覺得是值得去考慮的。但問題是在於這個地方呢，石板先生在案發當天晚上，他回到台北之後，跟我通了個電話。他跟我通電話最重要的目的是很怕這個事情會演化成為一個大家去追繳香港人的一個事件，因為很怕這個事情會演發出一個這樣的事情。我的一個看法是如果這個事情要去講清楚說明白，他在石板在第2天的言論裡面說得很清楚，香港絕大部分的人都是守秩序的，愛護台灣的。也希望我們在台港人的命運跟台灣相扣連在一起的，因為這樣子我們才需要這個我們繼續餘生都希望有能力可以奉獻這片土地這個國家。所以因為這樣子，大部分的人都生活成這個意識形態裡面去做事情，但是確實有一些害群之馬從香港飛過來，但他是被港共利用來做，就希望玷污我們整個族群的名聲。我相信從那個比例上，人數的比例上來講，我相信8、9成以上都是像一般的他們可能很聰明、很有技巧，但是他們基本上是愛護台灣、守護這片土地、愛護民主自由，也是愛護我們這個民主自由生活方式。
但特少數的會顛覆我們這個整個的一個輿論氛圍。我也希望這個情況能夠好好去正本清源，去有一個新的想法。哎，會長是，這個關於這個國安的漏洞，其實我剛剛還想到，現在其實台灣還有一些你在第三地居住，好像超過2年以上的中國護照的人是可以入境的。那這些人，我們在網絡上也看到很多社交媒體拍他們來旅遊。我不是說他們不對或者是怎麼樣，而是說其實還有這樣的一個途徑，他們是可以透過這些代理人進來。如果他要這麼運用的話，因為現在我們一直在講香港，他搞不好以後不用香港人，就用自己的這種人來處理。因為我們看到西門町也有出現這樣的人哦。对，但我覺得這個事情最困難就是這個，就是說你說有什麼好的解決方案，其實也沒有，因為今天這個大部分的這個香港朋友來台灣，不管他是住在香港，住在台灣，或者是他到台灣來玩一下，那其實多得不得了。那出了2、3個這種案例，那你要去防堵所有人，我覺得這個對我們來講其實很困難。那其實中國也是同理。就是說，那個當然也是一個來源。您剛剛說的是，今天這個就算拿的是這個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你在國外住滿了2年，而且有當地的這個居留許可的話，那你還是可以就到台灣來。对。所以我其實覺得，就是說在這個事情上頭，剛才這個桑普律師講的，就是說，第一個是預防，有好的這個情報作為去預防，那這是第一個。那我覺得第二個其實是在一旦發生像石板民夫這樣的事情的時候，政府有很明確的態度，有很堅定的立場，那防堵這個事情再度發生。那說句不好聽的，就是你去想其他的辦法，但不要用這個辦法來騷擾台灣，因為用這個方法來騷擾台灣，後果嚴重。對，李老師是，這確實啦，因為我是感覺講哦，咱不應該講為着這個事件，就把台灣門關起來。因為對我來講，咱是感覺講，咱越開放，其實咱越開放越安全啦。為什麼安尼講？像美國好啊啦，美國經過911的時陣，迄當陣大家因嘛足驚嘛，因嘛對足儕迄個入境美國的人就開始咧嚴審什麼。是哦，像我護照頂頭去個阿拉伯，去個倒伊就甲我搶伊邊啊，就不甲你問。啊，不過問題因大面來講，general 來講咧，因其實嘛是歡迎世界各國的國家去因遐嘛。吼，所以我是感覺講，咱唔免講為着這個代志啊，台灣那個門關起來。我是講，咱愛愈開放，咱若愈開放的時候，我講真的啦，對中共來講，對習近平來講吼，台灣愈開放吼，其實愈驚啦。為什麼？因為伊直直甲因家己人民講嘛，講啊，中國人吼無適合民主。啊，有問題台灣攏看得到啊。台灣，咱踮咧台灣，民主、法治、自由加人權的保障，攏做到，攏有做到啊。所以，比如講因習近平來，因會驚講，你台灣發展愈好，對因即個政權的威脅愈大。所以有啥物定定講，因想要來從內部來破壞嘛。所以我是感覺，咱唔免，咱當然要想辦法要來保護咱家己的人啦。這政府愛做啦，免啊做，確實要去思考，看用法律的方法啦，哦，用這個邊境管制的方法啦，還是講用什麼這個咱內部家己這個自我反省啦。譬如講，大家愛有點愛警醒的，就是講對這種所謂中共投入人。咱袂去講批評民進黨一定是中共同路人嘛？所以講，那站起來這種中共同路人，這種人，組織的還是個人，咱來按怎處理？吼，國安法啊、反滲透法，什麼咱來處理？吼，對這種咱愛為這個下手啦。啊，我是感覺講，咱台灣愈開放哦，其實會愈安全，因為中共會驚啦。啊，因會愈驚的時候，當然因為台灣的威脅會愈大。啊，不過那愈大吼，台灣人會簡單講是講，愈濟人會覺醒啦。